人生真係充滿奇遇。尋日我遇到一個自稱視障3項鐵人運動員嘅男仔黃日聰。失業嘅我為咗賺錢照顧有腎病嘅媽咪，依家竟然喺體育學院度做緊訓練。淨係跑得快唔代表可以做領航員。今日最後一個訓練，100米賽跑，但係你要黑埋眼跑。睇唔到嘢跑步，原來係咁恐怖嘅。你真係冇接受過任何正式嘅體育訓練？除咗跑步咧，你啱啱游水同埋踩單車嘅成績都非常之唔錯。全哥，我諗你可能真係一個天才啊！我30幾歲人都仲未有夢想啊！你20歲仔就係港隊代表啦。我諗我30、40歲嗰陣都係咁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步伐㗎嘛。其實咧，呢個世界都冇話咩公唔公平㗎。唔通因為我跑得快，就叫我睇唔到咩？咁我又冇話過得好好。我聞得到你係一個值得信任嘅人，所以我需要你成為我嘅領航員。唔得，我仲未應承㗎喂。我下個月就比賽啦，我嘅目標係殘奧金牌。